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、正国寺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利用短短的时间来给各位大家报告天堂跟地狱的区别。有一位一生都行善的大善人，他临终之前，天使特地下凡来对他说：大善人啊，由于你一生行善，成就很大的功德，因此我特别准许你在临终前能够达成一个你最想完成的愿望。这个大善人就说了：神圣的天使啊，谢谢你这么仁慈，我信奉神明一生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天堂跟地狱啊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你可不可以带我到这两个地方参观？天使就说了：没问题，因为你即将要上天堂，因此我先带你去地狱看看。大善人跟随着天使来到了地狱啊，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张很大的餐桌，桌上摆满了很丰盛的佳肴。大善人很疑惑地问天使说：地狱的生活看起来还不错嘛，没有想象中的悲惨嘛。结果这个时候天使就说：不用急，不用急，你再继续看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用餐的时间到了，只见一群骨瘦如柴的恶鬼一贯的入座了，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一双几尺长的筷子。虽然他们尝试了用手中的筷子去夹菜来吃，可是由于你争我夺，再加上筷子实在太长了，菜肴还没有到口边，又被别人抢走了，掉落满地啊。说也奇怪，落地的菜肴会迅速的没入地中不见，最后每一个人都吃不到东西啊，依然挨饿痛苦啊。这时候大善人说：实在是太悲惨了，阎罗王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这些人呢？给他们食物的诱惑，却又不给他们吃。这个时候天使说：你真觉得很悲惨吗？我再带你到天堂看看。到了天堂，同样的情景，同样的满桌佳肴，每一个人同样用一双几尺长的筷子在夹菜，不同的是，围着餐桌吃饭的是一群洋溢着欢笑、长得白白胖胖又可爱的人们。他们互相喂着对面的人吃菜，每一个人都很和气安乐，个个都吃得饱满又愉快呀。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就在于人与人相处的态度。各位，我们在世间一定要息昧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才是修行的真功夫所在呀。千千万万不要等到最后，人生即将过去啊，仍旧一事无成，空留一声感叹。这个故事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地狱天堂就在你我当下的那一念心，都是我们的善念跟恶念所感召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地狱这么凄惨，天堂这么幸福快乐，我们应该要懂得修行的重要，好好的多多念佛。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凡夫众生，人的习气都很重很重，我们要改变很难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唯一就仰仗阿弥陀佛名号的救度，大家一心的称念，顺佛的本愿，发愿往生西方，我们才能把生死给了断。这一点大家要谨记在心。阿弥陀佛。